过110年、101年的元旦升旗典礼，今日透早伫总统府头前举行，为着防疫，虽然活动照上办，也毋过无开放民众入场，无应过大家做伙唱国歌，或者国旗的闹热的场景。总统蔡英文伫升旗典礼后嘛发表新年谈话，因为这个有来去多巴胺的猪肉伫今日开始要开放进口，蔡总统强调讲，台湾无法度搁闪避，无法度无去面对甲处理，嘛用上界谦卑的心情，请国人体谅这个再三斟酌后的决定。总统好。为清晰为敬的总统蔡英文手举国旗，甲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元旦的升旗典礼。10位国军的开幕，甲扶轮社8人合唱团做伙带头唱国歌。透早6点25分，国旗慢慢升空，比预定时间早几分钟。因为防疫，今年唔那典礼专程爱挂喙安，嘛无开放民众到现场参加升旗。无永年旗海飘扬的闹热景象，大路拢空空。结束升旗典礼，蔡总统伫8点半嘛伫府内发表谈话。向全国人民报告伊的施政，要元旦实施的开放内地进口的政策。台湾是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，这个历经3任政府的难题，已经没有回避不处理的空间。因此，我要用最谦卑的心情，请所有的国人同胞体谅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我们再三斟酌后的决定。总统强调，眼光爱看较远嘞，谨慎面对未来挑战。同时嘛，讲到两岸局势。面对两岸关系，我们不会冒进，也会坚守原则。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，改善两岸关系，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，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。讲到两岸的部分无济，不过蔡总统已经提出善意，可能嘛讲台海关系伫新的一年会使有所进展。